生是要找啥物？才会满足咱的心？咱的一生是要做啥物？才无固定要死？辛苦耶稣，你就会体会真满足丰富的人生。辛苦耶稣，你就会体会真平安，对大咱无够操烦。咱的一生是要做啥物？才会满足咱的心？咱的一生是要做啥物？才无固定要死？辛苦耶稣，你就会体会真满足丰富的人生。辛苦耶稣。